总统赖清德最近接受媒体专访，挑战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。总统指出讲，若中国确实关心维护领土完整哦，嘛应该去甲清朝割让给罗西亚，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收回来。罗西亚外交部是指出讲，两国伫2001年签署的条约，已经互相放弃对方任何领土的要求，嘛强调讲罗西亚坚持一中原则，佮讲台湾的领导人无权代表北京发表声明。中方目前是也无回应。上任满100天，赖清德总统伫咧最近第一遍接受媒体专访，讲到中国无放弃对台湾文攻武吓。赖总统点出，中国所讲的要维护领土完整的矛盾的所在，若是中国真正关心，也应该收回伫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150平方公里的土地。中国要并吞台湾，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啊。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，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这个爱文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呢？那他侵略台湾的目的是何在？那就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，西太平洋或在国际上来成就他的霸权。赖总统表示，中国伫咧表面上是宣称主权，其实是要建立霸权。相关论述是引起网络上的讨论，也引起外国媒体伫咧关心。对此，俄罗斯外交部指出，俄中两国伫2001年签署的条约，已经互相放弃向对方的任何领土要求，并且重申坚持一中原则，讲台湾当局的领导人无权利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。因为中国方面到这嘛拢点无做回应。那种这样子的一个论述，应该也戳到了北京的痛点。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十分的友好。他们本身有共同合作来对抗美国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基础。对拿走他土地领土最多的俄罗斯，反而长期以来是他最大的盟友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，在凸显中华民国主权的时候，同时可以兼顾两岸的和平。我觉得这是政治人物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学者分析，赖总统的讲法拄好去达到中国的痛点。也波动到中俄朋友之间的敏感所在，因为对各国方面的声明，咱外交部到目前时也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